嘉義縣種番仔薑的面積佔國內總面積的3成，不過進前是落黃霜雨，也最近又過上過頭熱，是影響到番仔薑的產量。也想要靠進口的來補，也番仔薑哪像講啊，調佇咧海關，這個番仔薑的供應無夠需求，必須計數來大氣。將番仔薑切好一片一片，加入去料理當中，來增加濕水，佮有氣味。餐廳業者講，這陣仔明明無風台影響，結果番仔薑的計數煞是起起落落，對成本有造成一寡負擔。頂禮拜是95，這禮拜725。辣椒在咱這個餐廳內底是絕對用的食材之一，所以阮原來一定愛買。當然成本絕對加減攏會起，嘛是愛繼續愛買落。嘉義縣種番仔薑的面積大約有434公頃，是台灣番仔薑上大的產地。原本愛來大的番仔薑，卻因為天氣熱甲黃霜雨，影響到生長的速度。地區這段時間本土種的番仔薑少，需要靠國外來進口。那時候大概70-80整到150-6那。這個季節我們台灣的產量少，還有剛好遇到那個不知道是海關還是那個港口，它先擋住了，它一時進不來，所以它就漲價了。熱啦，熱無開花，這種較久啊，較生兩條噴噴。番仔薑上驚落雨啊，這就是落雨過，迄個炭疽病熊壓起來。市場的攤商表示，導遊事件了後，相關單位有加強進口檢查，所以影響到番仔薑入來台灣的時間。市場的需求增加，價錢對得起，所以這陣仔開始發生番仔薑向上起價，可能過幾天佫降價的狀況。卡數進口的番仔薑順利通關入來國內，價錢嘛會豆豆仔穩定落來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